针对纽西兰的牛奶明年开始会当免扣关税进口台湾，食药署有个牛奶的标示新制度，保存期限30天以上的，爱标示合作长效期的青牛奶，含咱台湾新生产的青牛奶混开。新制度上紧是明年7月份拍算会推动，也毋过即马有农民是认为讲，安尼新写看起来国外的青牛奶会当放较久，颠倒会互人误解。牛奶内面有真侪营养成分，真侪人逐工拢会啉一杯。不过市面上咧卖牛奶百种，国外进口的牛奶保存期限甚至会当到3个月遮尔久，但互消费者是分袂清楚。卫福部食药署查5是已购修正牛奶、保久奶、调味奶、奶饮品含奶粉品的标示规定草案。未来青牛奶伫加温杀菌了后，保存期限30天内的才会当标示做生牛奶，超过30天的应该标示做延长保存期限的生牛奶，长效生牛奶也是 ESL 生牛奶。最重要的目的是让消费者能够清楚的了解之后，依据自己的需求来购买适合的鲜乳。另外，草案嘛征收液态零产品二体大细的标示规定，譬如讲600毫升以上的二体必须是1.2公分，还是搁较大；细包装300毫升以下的，爱是0.4公分，还是搁较大。不过，草案公布了后，是引起饲奶牛的业者的抗议，批评讲这根本就是在保障进口牛奶，误导消费者，会严重冲击到台湾饲奶牛的产业。因为用长效鲜乳这加进去，更会造成消费者以为这个长效鲜乳比台湾的鲜乳还要更长效，更没有问题。这是不对的一种，让消费者更容易产生误解。另外，草案嘛扩大纳入红婴仔的配方食品、较大汉的红婴仔的配方辅助食品等等做规范的对象，而且磷含量爱到50%，才当标示做红婴仔配方牛奶粉。草案有过期是60天，会收集各界的意见，除了增加延长保存期限牛奶品名的标示，按算明年7月上路以外，其他的修正规定拢会伫后年115年7月正式生效。记者综合报道。